火災消息來看，高雄的本州工業區，一間廢棄物的處理廠昨暝着火，甚至是傳出爆炸的聲音。大火是燒9點鐘，一直到透早4點外才拍火。環保局是發布空污警示，範圍包含岡山、阿蓮甲綠地。火燒工廠是罰500萬，強制停工。規天頂攏變做感覺紅色，工廠規攏着火，火正猛，還佫一直聽到爆炸的聲音，情形正危險。消防局接到報案，派48台消防車、200人，還佫6台消防機器人來拍火。高雄市長陳其邁也隨到現場來了解情形。因為它是資源回收廠，它會處理一些廢油廢水，所以它除了重油之外，還有一些容器，那還有一些塑膠桶，類似太空包這些容器，塑膠容器，所以才會有這些濃煙的現象。大火經過9點鐘，13透早4點外規拍花，起火點的倉儲區內面囤真濟重油，也個太空地，全部攏燒害去，炭燒面積1500平方公尺。消防機器人繼續佇咧現場噴水降溫警戒，因為大火迄當陣幾落公里外攏看會到。環保局依照方式，對岡山、阿蓮甲綠地區發空污警示，也依照違反空污法，對工廠採取上懸500萬，一個要求因隨停工。違反空污法第32條規定，除裁處最高500萬元罰鍰外，並勒令停工。統計97年迄今，該公司違反環保法規計16件，總裁處金額為633萬6千元。環保局講，這間本州工業區內邊的廢棄物處理廠，自2008年到即嘛，總共違反空污法6件、廢氫法8件、加土污法1件。好在在這場大火並無造成人員受傷，也無人掉佇咧內底。大火原因，消防局火調科正佇咧調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